边光看都让人暑气全消。这是擦边女王秋明的精心杰作。学美术出身的她，把身上的艺术细胞也带进了冰品世界。冰品要艺术化。曾经背负数千万的庞大债务，过着每天被黑道追债的日子，却能凭着客家人的坚毅性格，咬牙把债务还清。秋明说：“这小小店面就是他生命的新起点。如果让我在这一块，就是这个冰品这一块，我重生的话，我一定是5年教学来回馈。结果我教到现在是第7年，今年最亮的是到沙烏地阿拉伯开什么？达曼开卖冰品。”成就自己，也成就别人。一大碗八宝冰足够3、4人一起吃，经济又实惠。而这独特的生意经就是成功关键。其实做生意是这样子，就是不怕您吃，怕您不来吃而已。偷心料，对不对？就是吃冰透心凉。对呀对呀。这本偷心料。擦边女王说，她在冬天也吃冰，体会寒天饮冰水，冷暖自知的心情，提醒自己不低头，不灰心。这本偷心料，这本偷心料。